看哈利路亚。
肯定这个朋友太好了，全都享受到了。喝点水吧。休息一下。喝水。现在狗眼看人低了。有没有放到上面呢？哎，师傅，你好，不用，你也辛苦了。不用，一点都不用。因为也没动，自立的。说好了的哦，妈妈。说好了要不讲我睡那个的，不讲我睡姐姐的回放，我睡这个地方结束了。来，一起喝呀！高兴点嘞，你们一起。高兴点了，高兴点嘞。不跳了的话就散嘛，好不好？不然走运动。家人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也没说的全。这边也是。宪哥支撑，宪哥支撑，还不错。哎，这个宪哥支撑，最后3个支持，就上前可以。辛苦酒，谢我支撑。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！快！大概10分钟，现在8点半。要不要放在我上面嘛？你这边夹到上面，可以直接按那个夹在上面。这边按一下。来，往后推，来后头往后推啊！再往后头推，往后头推。来，起来，往后头推，起来，往后头推，接下。全部是生。
找个好一点的音乐啊，就音质好一点的。这个显示屏有点刺眼。炫国之声。